大家好，我係木頭妹。呢條影片想分享我喺深圳3日2夜嘅行程。第一站我哋嚟到卓越中心嘅燒鵝佬，店鋪喺 B1 樓層，環境闊落舒適，商場入邊嘅位置就腳，有菊花茶飲，可以清下熱氣。燒鵝佬主打食燒鵝，我哋買埋阿摩手作入去飲。我哋叫咗客家釀豆腐，釀豆腐外香內滑，內餡夠晒野味，仲有番薯苗，好甜好清爽。主食仲可以嗌乾炒牛河，鑊氣十足，河粉條條分明，牛肉嫩滑，銀牙爽脆，配埋燒鵝一齊食，非常夾。燒鵝可以揀上裝或者下裝，上裝就係鵝胸同鵝翼嘅位置，下裝就係鵝髀同鵝腩，油脂會豐富好多。如果怕油就揀上裝，想食鵝髀，中意油潤香口就揀下裝，配埋黃皮汁，超正。食飽飯去酒店攞房先。今次入住呢間深圳福田大中華希爾頓，位置真係好好嘅，好近江夏北站13號出口。房間大約有40平方米，全間都配備咗全景落地玻璃窗。因為呢間酒店嘅位置好方便，所以都要大概1000蚊嘅預算。再落返去商場先。我係前年聖誕嚟嘅，所以好有聖誕氣氛啊！見到呢間當時新開嘅冬甩，所以買嚟試下。因為晏晝都食得幾飽，所以夜晚都係食一啲輕食啲嘅。食遇見小麵其實都好好味啊！我哋揀咗佢嘅番茄牛肉麵系列，再配埋冰粉。食飽行一陣就經江夏北站行返酒店。補影返個洗手間先。廁所闊落，有浴缸，亦都有淋浴區，乾濕分離。第二朝食酒店嘅早餐。食飽早餐上健身室，輕輕地做少少運動先。健身室嘅面積都好大，喺度 hea 一陣 check out 房間，再去轉第二間酒店啦。第二晚入住嘅酒店係位於蛇口，都係希爾頓旗下嘅。我哋搭地鐵去海上世界站，由 A 出口出閘，行5至8分鐘就到㗎啦。未夠鐘攞房，所以喺度周圍行下先。海上世界嘅地標就係明華輪，一艘退役嘅豪華郵輪會泊喺人工湖入邊，然後周邊都有好多嘅餐廳。我哋嚟下呢度行下。打完卡時間尚早，去唱個 K 先。唱完 K 就去酒店攞房啦。沿住望海路往海邊方向繼續行，大概5至7分鐘就會抵達酒店大門。一入嚟好大個玄關位，望下個廁所先，都係乾濕分離，有浴缸，有淋浴區。房間空間咁都 OK。望到少少海景。呢邊係望海翼，現代風格；南海翼嗰邊偏向復古度假風，園林同草坪環境好靚。
有大圓台，有梳化，床嘅品質都唔錯，枕頭同床褥承托力夠，瞓得好舒服。又到咗晚餐時間，落去行下睇下有咩食。成個海上世界嘅餐廳好多，有西餐、酒吧、中菜，由平價小店到海景高級餐廳都有。有甜品，亦有啲小攤檔，有椰子雞煲。呢間餐廳好似洞穴咁啊，好靚，好有氣氛。呢啲酒吧有披薩食，中間啲攤檔有賣小飾物。呢啲係飲嘢嘅地方，有咖啡。呢間有雞煲，有老鴨。呢間朝早晏晝可以飲茶。最後我哋揾咗一間餐廳可以睇到音樂噴泉嘅，要天未黑入嚟霸位先霸到呢個位置。呢間係意大利餐廳，呢個係前菜麵包，叫咗個三文魚沙律，炸魚柳，仲叫咗意粉同披薩。夜晚7點半就會有第一場音樂噴泉。呢個音樂噴泉就喺明華倫後邊嘅水景廣場，最高嘅水柱可以射到50米高空，配合音樂同燈光。食完晚餐再離開餐廳，周圍行下。想食甜品都有好多選擇。如果睇得唔清楚，8點又有第二場音樂嘅噴泉。喺呢個位置睇會更加震撼。有啲第二層嘅餐廳，呢邊離個音樂噴泉遠啲，但係靜啲。行多陣食埋滿記糖水，跟住就返酒店休息啦。第二朝早上又去食酒店早餐啦。呢個樓底好高，好光猛，好舒服。去揀個靚位先。
呢一間南海希爾頓嘅自助早餐比前一晚嘅酒店嘅早餐高質好多，食物嘅種類仲好多添。呢度有麵檔，仲有即蒸嘅腸粉。哇！呢度啲粥都有咁多種。壽司都有，有炸薯餅啊、炸春卷。我食多碗河粉收工。食飽早餐上去專門睇下先。個專門好大，有幾部跑步機，對住呢個海景跑步都幾寫意。呢個3日2夜嘅深圳之旅分享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幫忙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